好，来，规阵来个开始哈。大家搞啥？1644年9月15号哦，风对西北来继续来持续吹来哦。今仔日早起，客查官为着上述的目的出航前往芒港。我已经袂记个上述的目的是啥物目的啊？吼，也无用伫对本个月11号自南澳来到遮的迄只篷船来收买糖。此外无特别的代志，嘛无船只出入。好，继续看来。9月16，风甲天气像昨昏要活中昼的时阵。客查官 Adrian Vanderberg 对芒港带着中士 Hans Osenberg 同齐转来到厝地。咱昨昏有读到这啦，讲伊去带什么证据，甲即个人要甲带转来，但是啥物代志无讲啦吼。好，咱继续看咧吼。规工无用伫对上述迄只对南澳的篷船来收买糖。并且伫个迄寡暹罗人的要求之下，交互因一张批，写讲因迄两只篷船顶的数目会当互任何人无受到干扰来对骗讹来甲载走。今仔日对骗伫个暹罗人的要求之下，交因一张批嘛，伫批顶头讲，恁要卖的物件吼，会当卖啦吼，意思是安尼。今仔日对偏湖有一只篷船来到遮，在地层门，坐40个人，其中27个人是对留伫遐的暹罗人的篷船遐来。因载了一张哈林号的主管所写来的批里甲阮讲。海迪亚号已经安然到遐咯吼。今仔日写一张批交互明仔载，今仔日或者是明仔载要搁出发，搁再去卡林吉的即个 James Amandes。唉，这是你写啥？我看无咧吼。早去交互派驻伫比南的代表，叫做 Albert Thomas， 用来甲伊讲。爱维持好的秩序，而且爱特别注意避难的情势，并且送2担鹿仔肉甲1担盐等等的物去互因，是要对因的生活费来扣除的吼。哦，送人2担肉，搁1担盐，都要搁扣钱。好，继续看咧，9月17。晴朗而且舒适的天气，透北风。要活中昼的时阵，上述迄个 James Amandes 出发前往加林吉吼，即个啥物所在吼？毋知吼，加林吉。阮继续伫个收买，并且甲迄只南澳来迄只篷船顶头的糖甲伊落来。我中昼的时阵，上识上务员 Simon Jacobs Duncans 和 Cornelis Caesar 对赤坎转来厝地吼，佮会记这2位去遐分割土地产地啦吼。因完成了因的任务，并且为坐一北即个农地的地图吼。大概讲100度啦吼，一幅图啦吼。这应该免知啦吼，100度应该晓吧。好啦，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北，P A 北 P A K 吼。好，
大理大词典首的第一字就是我拄则讲的即个100度吼。挂门的助数词吼，就是挂起来的物件啦吼，叫做帛吼，100字话吼，大100步，步哪会使安尼讲？即个只一个物件我毋捌看过，叫大北贼，大北贼这是啥物件我都看无吼。看一下日文版的小解。日文版的迄个规则啦吼，伫倒位咧？遮吼，大白贼就是台服裤のかけ，かけ后壁是咧，后壁我要现对一页。B0635，还是也是毋是636？现页啦吼，就汉伫咧大理大词典哩现页，我都来现看后一页。叫做即句。即句是潮啦吼，大北的挂潮吼，日语的翻译是安尼叫做大北贼，嘛是毋知即啥物件吼。挂轴，大家知无？挂轴应该是敢若字画安尼用挂，会当卷起来即种的嘛。大北贼吼。毋捌听人安尼讲，好，咱转来日字遮吼。讲迄两个去看去分挂土产地的即两位吼，有为100弄地的地图，为了要互阮以后吼，即个捡即个稻仔即个11岁的时阵会当来运用。Caesar 报告讲，今仔日派驻伫荷兰的即个 Christian Block。来伊遐甲伊讲，大武郡社是大武郡社的人，约伫咧10工前来到，含阮为友，含阮做朋友交往的即个瓦拉拜斯社吼，用武力威胁人提出食物甲饮料，并且剁断一个人的头，随后就去达拉克社吼。这哪落满咧？咱来看吼。死者报告讲，今仔日派驻荷兰的即个人来伊遐，即个人叫做 Christian Block 遐，来遐甲伊讲大武郡社吼，即大武郡社的人有规则，这大武郡伫啥物所在？是伫咧大武嘛吼。大武郡吼，是毋是大武？我毋知吼，伊是大武区吼，大武郡吼。是伫咧距离大武勒社约2里的所在，伫迄座山的头前吼，一个所在叫做大武郡的人，约伫咧10工前来到含阮为友的即个瓦拉拜社遐吼，真罗满吼。都安尼，真难满做这用武力威胁吼，用抢的就对了吼。随后因就去达拉克社，达拉克社下底有注脚，等下再来看吼。即个村社嘛是阮公司的朋友，伫遐佮剁掉迄个酋长甲伊的囝2个人的头吼，甲即个头人的即个囝，头人本身人甲即个。后生2个人头去剁掉吼，并且摕全部即个树仔顶的即个槟榔全部摕走，扬长而去吼，并且讲伫大武郡社附近，抑佫有其他7个村社拢互相友好。随后讲去
达拉甲写嘛，伊抢了去达拉甲写，咱来看即个达拉甲写会对写安怎注脚写。哦，即注脚毋是干那写达拉甲吼，伊写大武郡社吼，伫个即嘛彰化县社头乡旧社一带吼，大武社就是大东乐社，是即嘛彰化县宝岛镇宝岛一带吼，北斗啦，北斗镇的是在地人是讲宝岛吼。瓦拉拜社就是未来社吼，瓦拉拜未来啦吼，是歹势应该读做白吼，瓦拉拜我哩应该大概即个梅吼，画眉即个眉吼，眉毛即个眉吼。大概读做白吼，白嘛吼，我哩药这应该是要叫你读语音麦里社吼，马拉白嘛吼，麦里社。伫咧即嘛彰化县溪洲乡旧麦村一带吼，旧麦，OK。伫阮竹北遮有一个叫做大麦吼，所以我知影即个音读麦啦吼。好，达拉甲社就是斗六社吼，就是即嘛即个云林县斗六镇斗六即只叫做达拉甲社吼。所以拄则讲，伊去甲即个麦里吼，麦里社抢的了后吼，就是溪洲乡彰化溪洲遮抢了，就去走去即个云林斗六。彰化云林是三隔壁的吼，无讲界吼。斗六是伫个即个啥落水溪南岸吼，南边啊，彰化落水溪北边。但是溪洲乡离即个离头前咩离落水溪偌远，我就无介清楚，我看觅。彰化溪洲麦里旧麦村吼。查一下地图。旧麦溪洲啊，搁北就是要到宝岛吼，就是溪洲和溪洲南边是落水溪，啊北边是宝岛镇吼。即种话啦，我嘛无讲解释啦吼，大家我知影尔吼。啊，因为我较早做兵伫斗六遮啦，所以斗六即边我是较熟啦。哦，歹势，我讲毋对吼。斗六离落水溪搁一截仔路吼。斗六含落水溪中，搁有啥物刺洞啦吼。我若袂记讲搁有刺洞伫啊。真正含即个落水溪接伫落水溪边诶，这是刺洞吼，毋是斗六吼。好，我较早做兵诶时阵，定啊。若你拍迄个叫做啥？输炮兵，就是落基地受训的时阵，啊，我着爱送便当，叫一只车送便当送来这溪埔边车，互迄裁判官食中昼。刺洞遐啦，遐啦算刺洞。好，来继续吼。转来日志遮吼，就是迄个
Cornelis Caesar 嘛吼，伫赤坎，奇怪，伊去赤坎伊咱会知影即个北平的即个消息吼。拄则报告即拢是迄个 Caesar 报告的吼，讲即个胡无人遐吼，大武军社的人吼啊，那落魔咧去拍抢即个麦理社，然后再搁走去斗六社吼。啊，伫个斗六社搁甲迄个酋长甲后生两个人给头剁起来吼，然后再搁离开去伊无讲去倒位啊吼，佮就离开，敢若讲就走去吼。好，今仔日有2只小胖船出航前往希腊，再有各种希腊人的集合，做75个人，伫孤立院院长的认可之下决议，资金伫50、60、70到100里的善用人吼，因为靠即寡资金的利息，因无法度通生活，因此就决定甲因的钱拢交予教会执事，来利便对教会，由教会来抚养因吼。真罕伫遮讲到即个福利的即个新闻好，9月18。9月18透北方要挖中岛的时阵，边队船海迪亚号载着大船哈林号所载来货物对平湖转来到遮吼。上级商务员 Leonard Winix 报告讲，伫伊出发航来厝地航来台湾的时阵呢，迄只 Rooster 号还未到平湖。上述的边队船就是海迪亚号，也对迄只靠伫遐的暹罗的胖船载来4个高级的，含35个健康状况无好的暹罗人，毋知啥物叫高级啊？4个高级啊，35个健康状况无好的暹罗人，甲3个日本人吼。上述的边队船应该是讲迄个海迪亚号，海迪亚号载来4个即个高级，甲35个健康状况无好的暹罗人，甲3个日本人，合计42个人。因嘛带来迄张暹罗国王所写予日本皇帝的批，一寡摇鱼婆甲其他的婆以及唱歌等等的物件。下晡有一只胖船对淡水载流鱼来到遮，也载来一张下设商务员 John Van Kessel 写予9月16号，写伫9月16号的来批吼，就2工前所写，即个下设商务员所写的批吼。批里讲，全军拢已经陆续抵达什么所在？队长皮特本对本个月9号已经带领全部船只甲军队离开淡水，前往归人，所以应该是讲到归人啊吧。有一只胖船对哈堡来到遮，含一只对厦门载80担盐、50纳米粉甲250袋米来到遮，合计做46个人。这拢日记少吼。9月19，晴朗的好天，透北风。今仔日海迪亚号来挖靠栈桥来落雨，上述迄寡暹罗人来长官的厝来请求讲，咱昨讲着讲，即只海迪亚号载一寡什么4个高级的30几个即个破病的吼。即个暹罗人嘛吼，佮3个日本人吼，上述迄寡暹罗人来长官的厝遮请求讲，互因的货物会当家己落来，并且含迄张国王的批同齐由公司保管。阮着应允因的要求，
并且为着要互该书信郑重其事来提到陆上来，并且为着要表明阮对暹罗王的友情，对伊是偌尔欢喜来帮赞，所以长官就派士兵武装前来，并且亲自带领所有的议员来挖靠即个栈桥的迄只船，海底亚号啦吼，海底亚号顶吼，就是带所有的议员来到即个海底亚号遮啦吼，去甲迄张批摕到陆上，就甲一批恭敬甲硬记落来就对啦吼，安尼。所以迄张批呢，随着由因用真侪礼数吼，来行真侪礼啦吼，来提上即个城堡来吼，真恭敬，真恭敬，真高礼数，真算真尊重吼，真重视安尼。迄时长官命令伫遐的人，伫遐爱鸣枪啦吼，鸣炮三响吼，以示祝贺。迄寡暹罗人对长官如此尊重因的国王吼，致表感谢吼，非常的感谢吼。看礼数做甲遮足着吼，因深信讲，转去了后会甲这一切情形来向国王详细报告。无可怀疑呢，国王一定会非常的欢喜。对此，长官阁下回答讲：“阮继续乐意伫咧各方面来帮赞因的主人，就是迄位国王吼。也因为迄位国王只要无去损伤着公司的利益，阮嘛真乐意伫咧各方面来帮赞因。对此呢，因表示欢喜甲感谢，佮留交谈了后，因就请求告辞，所以就允准互因辞别，大家互相辞别。今仔日有下个篷船出航，就是2只潜龙片蚵，在地舱门1只潜龙淡水要去载硫黄。是即个翻译员钦定吼，钦定即个 frigate 船。讲就是即只去淡水的即只船啦吼，是翻译员的船。另外4只篷船潜龙是那沿海，再有鹿仔肉、咸鱼、藤、硫黄、蚵仔、卡松巴含水牛角。卡松巴毋知啥物件，足面熟的，但是袂记啊吼。坐116人，也有一只篷船对打狗来食，再有茶坐5个人。今仔日迄只暹罗的篷船，因为无钱通支付修理费，就开始拆该船哦，开始甲船拆船就对了，无纳钱甲你拆掉。9月20，有平稳的北风。好，9月20号咱计看，有平稳的北风。又搁为着迄只变地船海底亚号来落雨吼，同时呢，甲暹罗人的货物也同齐甲落来，同齐来搬入去即个公司的仓库内底，也去观看着本个月11号对南澳来迄只篷船所载来一寡布料，看到即寡货物已经相当的歹吼。对一寡较好诶吼，阮着出价要甲买，但是含迄寡生理人讲袂妥当吼。所以呢，不过因所载来的糖的介绍都同意吼。看了即寡糖真乌，所以来确信讲对该船本来是要航往日本的，因为情况的需要。或者是天气的恶劣，所以才驶入来遮吼。
就是迄只南澳来迄只船吼。今仔日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空船坐30人，也有一只篷船对淡水来遮，载有300担的硫黄，坐13个人。今仔日因为翻译员钦定伊的请求，所以发一张通行证来互伊，以便伊会当坐一只篷船对西那去巴纳西朗。巴纳西朗是啥物所在呢？巴纳西朗是伫咧菲律宾卢爽岛西岸的林加燕一个海湾，即嘛的名叫做潘加西南。潘加西南。我来看一下吼。我最近电脑里显即个菲律宾的地图吼，你若去 Google Map 去显吼，其实菲律宾是一个足侪一个度假用的即种小岛吼，足水的哦。伊是台湾算足近的一个邻国，但是台湾人对伊其实一直拢足生疏、足生分的吼。啊，连迄遮尔好的即个度假、即个海滩吼，一般台湾人嘛去，嘛少罕咧去吼，少罕咧听人讲嘛吼。我真有知着讲，台湾有一个，即有含即个菲律宾一个叫做长滩岛吼，长滩岛吼，会当直航，伊无直接到迄个岛啦，但是岛附近有一个10分钟，迄个差不多半点钟啦吼，就是10分钟你爱坐个专车转船吼，才当到迄个度假小岛嘛吼。啊，附近一个机场，台湾的飞行机直接报遮吼，叫做迄个机场叫做卡迪兰吼 ，CATLA。你若有兴趣的，你当查看。但是足奇怪，我昨看过即个迄个航班佫无去啊吼，用你的 Google Travel 拢找会到个。我昨看佫无去吼，是讲以后若去台湾的时阵来遮算几工啊？即算热带岛屿啊，遮尔水，迄沙坡白色的，足清气的嘛。菲律宾一直互咱一个印象，就是讲治安无好吼。我相信即种应该算国际即种旅游的景点，应该袂讲介歹才对吼。像介有出名叫做西武吼，宿务吼，华语读宿务。迄嘛足出名啊！大家应该知影，海滩拢足水的。啊，为什么讲来菲律宾？对，我拄则讲要查即个所在，叫做巴那加西南吼。有一个汉字的名叫做班西兰吼。班西兰，巴那加西南吼，班西兰。西是西偏的西吼，西偏啦吼，西偏的西。西片的西，兰花的兰吼，汉字就是安尼，写甲安尼，互你看安尼，则水爽安尼。好，但是我有啥物无看到即个所在，是伫倒位？我搁甲试一个。伫遮，伊是伫咧华语叫碧瑶市吼，碧瑶即个所在西南边遮吼，遮叫一个海湾吼。好，离马尼拉差不多个有100外公里安尼。碧瑶原来应该算一个观光景点啦吼，离马尼拉差不多200外公里，拢是伫卢爽岛啦吼，马尼拉、碧瑶这种卢爽岛。好，咱转来第几只吼？为什么读到遮来？讲今仔日迄个翻译员吼，钦定伊请求发一张通行证互伊吼，所以以便伊会当坐一只篷船对西那去即个班西兰去交易黄金，但是规定回程的时阵爱来台湾，并且将交易所得到的黄金来卖互公司，就是公司要甲你抽啦。
毋是干那抽尔，要甲你弹规个弹去吼，啊规个袂互伊嘛吼。要暗嘛，昨昏出航前往淡水迄个金顶，就是迄个翻译员吼，金顶迄只船吼 ，frigate， 即个金顶应该是汉人啦吼，翻译员金顶吼，因为伊个名应该是汉人名。好，昨昏要暗的时阵，昨昏出航要前往淡水的金顶的迄只船 frigate， 又搁转来入港，因为继续透北方无法度前进吼。今仔日决议要踮咧望港上好的地点来起迄间砖仔起的，用砖仔起的即个销售。销售是啥物啊？是哨所吧？应该写毋对去吼，哨所吼。伊写做迄个销子，就是迄个玻璃销子吼，石字边啦，应该是口字边嘛，哨所吼。讲要踮咧望港上好地点，用砖仔要起一间哨所吼。哨所，我来查一下要怎读啊？哨，口哨哦，但是台语袂讲口哨，台语叫做口书啊，有诶腔口讲口丝啊。哨是哨，或者是小吼，第三声哨还是小。哨兵吼。监理顶有修即个哨兵、哨角吼，哨角就是你顾徛卫兵的啦，你顾迄个人所举迄支分的迄个角吼，哨角、哨兵吼，好，安尼咱就安尼读哨第三声吼，哨所，所以因拍算要踮咧望港上好地点，用砖仔起一间哨所。但是呢，咱台语敢要安尼讲？我用台语大词典来测看卖吼。进前讲 Watch Tower 监牢吼，楼台监牢。啊，即个哨所呢是要安怎讲呢？哨所，我先用哨测看卖。哨就是巡查吼，出哨、哨兵吼，哨船就是巡逻船，哨角就是拄则讲分哨角、分喇叭啦吼。哨官是指挥军队的武官，哨兵就是监视兵吼。哨刀武官，你查迄个大刀叫哨刀。但是就是无哨所，即种类似的即种称呼，哨所英语要怎讲呢？我嘛一时也想袂起来。好，咱继续看落哈。我们踮遐起一间哨所哈，哨所啦哈。哨所，所是所吼，所以嘛吼，哨所，将个按照模型来建造30尺4方，就是四边拢30尺吼。内面包括一间要互中士住的即个房间，含一个会当放荷叶甲粮食的。即个土坑吼，地窖吼，墙壁就是壁的悬度是19尺吼，哨所挖即个花的外侧吼，外边爱堆沙铺石啊，建造2个灵堡，
就是海的即面啦吼，要建2个灵堡吼，灵堡。详情记载伫咧今仔日的国语录内底，就是网讲遐吼，9月21。好天透西北风，继续对边底船海底仔号来落雨，并且派上气象务员 Adrian Vanderberg 和 Leona Winix 以及秘书 Phillips Schlemans 去取地的市镇，就是台湾的市镇，和赤坎来通告内容是讲，要甲这邻近村社和赤坎一带的即个产地的稻仔，要来甲卖掉吼。要卖即个邻近村社甲赤坎一带产地的稻仔的通告，但是伊个挂号写讲11色吼，卖稻仔11色的通告啦，应该是安尼啦吼。今仔日有下日的篷船来到遮，或者是出航，就是有一只对南方载茶来15个人，一只对北方的邦山来到遮，再有迄个苎麻和麻啊啦吼，苎麻和500张的落皮，坐14个人，2只航空船啊，再有几种杂货。坐57个人，57个新仔人，一只对列斯来载120稻米、50担盐甲10篮的糖，坐19个人。今仔日国语要派商务员叫做 Edward Ox Brevis， 去派这个商务员要坐特派的一只小篷船去澎湖，去调查船长 John Riggs。伫阮的命令甲知情之外，甲糖倒伫个迄只哈林号另外一个角啊，迄寡桶仔内底的即个代志。这毋知是毋是意思讲，即个人是暗藏一寡糖，家己要滴安尼吼。派伊去调查的目的，就是要爱伊转来阮报告了后，会当借伊来做进一步的决定吼。并且决议为着要处理日常的民事案件，决定要组成一个委员会，为此将会启用上级商务员 Leona Winix、商务员 Gabriel Hubbard、队长皮特本、下级商务员 Anthony Boy， 即个人会轮流来担任主任委员，以及新仔生理人 Jatai。新仔生理人贝果和新仔生理人兼公司翻译员叫做金定吼，来做委员吼。所以即个算处理民事的即个委员会吼，有荷兰人，有新仔人吼，并且就是当然，这新仔毋是新仔什么官员吼，是真正咧含因做生意的一寡新仔人吼，并且决议讲。稽查官以后不得阁对即个扫目无清楚的人的没收门当中来抽出1/3，详情记载伫个决议录里。较早即个是合法的，还是无合法的？看无吼，讲袂当阁对人迄个没收的物件内底阁抽1/3。今仔日对几个原住民受到探访团队 Gary James Hargreen 对大白莲所寄来一张批呢，甲阮讲，塔卡瓦社的人甲波隆社的2个居民的头甲剁落来。即个波隆社是顺福阮的吼，所以即个算意思讲，即个达加巴社是今仔日是批你上就对了吼。又搁讲，伫个历社吼，奶丽吼，我读历啦，我嘛毋知要哪读奶社吼。
力量的力吼，有一个妇女被控吼，被控告偷摕物件吼。对此，阮交一份备忘录，互上述的原住民早转去因遐，用来命令伊讲，迄寡杀人凶手爱设法来冲纳吼，捕捉啦吼，就冲纳送来阮遮。啊，迄个妇女偷摕物件的代志吼，爱好好啊调查，以便Caesar Van Winston。伊去遐时阵呢，会当适当来处理。好，这是9个里一寡民事的案件吼。9个里好天透北方，继续无用伫对海底仔号来落雨。有2只帆船来到遮。其中一只是对下门，一只对历史走150道米，甲米量小可一滴仔盐啦吼。载10个人。9月23，风甲天气像昨昏，海底仔号已经落雨完毕，随命令该船准备明仔载就要装，装糖吼，要载去波斯的糖吼，送去交互 Ready 号吼。即个海底仔号呐，交通船安尼啦，骗予台湾的交通船负责载物件去遐去转去大船的吼。规个上午拢伫咧无用伫处理几项即个犯罪案件。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打狗，要去载查15个人。今仔日阮任命做翻译员的学校教师叫做 Daniel Hendricks， 因为伊的恳求，允准伊离开学校。迄个学校教师叫做 Stephen Dirks。因为伊的坚持，就允准伊和一个本地的富人人来结婚。所以你看吼，至少有即个例嘛吼，是荷兰人有和台湾妇女结婚的吼，和即个希腊妇女结婚。但是，我之前是看到啥物人，我袂记啊，讲。那安尼，台湾人有荷兰人的即个血缘无吼？讲起来是，你若参有这明文记载，这荷兰人带台湾妇人人吼，因伫迄当阵要撤退的时阵，其实是拢含某仔囝做一个带走，无可能留落来吼。所以即种情形是会带走。颠倒你来讲，伫荷兰遐有咱台湾人的血缘伫遐吼。这可能是比另外迄种情形更较有可能。好，咱继续看吼，9月24，好天透西风。迄只Dolphin号开始装糖，我即马想起来，这我应该是之前听我讲迄个宝岛全世界。天凤仪所访问的迄个博士，我名我袂记啊吼，歹势。伊讲的，我记得是听伊讲的。好，9月24，好天，透西风。迄只海底仔船开始咧装糖，要甲迄寡要运往波斯的糖，再去交互 Ready 号。波斯大家知啦吼，即卖叫做伊朗吼。中昼处时3个逃走的路例，今仔日伫咧本国月19号出航，要去平湖搬运迄寡暹罗人的后门的迄2只帆船当中的一只转来处队，因为警方无法度前进，也有一只帆船对历史来到遮，载有50道米甲50担盐，做44个人。9月25。哟，咱今仔日可能会当甲狗读了呢。礼拜日透北方，商务员 Edward Brabis
带6个士兵坐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平湖，要去调查大船哈林号关系到迄个倒腾的即个代志吼，并且带报告转来互阮。也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时呐，再有1批搭的蚵仔，坐18个人。也有一只小胖船来到遮，是昨昏出航要去淡水，因为即个季风强烈的北风吼，无法度通上北。9月26，强烈的北风。因为即个原因，昨昏出航要前往平湖甲新仔迄寡船只拢又搁转来入港。商务员 Brabis 报告讲，海上风影真大，今仔日又搁要来增运，再去互 Vrede 号的船来增运去即个海底亚号顶头。因为伊早被选做孤立院院长的迄个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yden。即将就是将要航往巴达米亚甲荷兰吼，因此呢，应孤立院的请求，提名2个人，选出商务员 Gabriel Haber 来代替伊的位置，因为伊比另外一个被提名的下设商务员Salomon Gosens 搁较有法度通抽出时间吼。伊较用就对啦 ，Gabriel， 所以较用就互你去管孤立院。荷兰人伫台湾有孤立院哈。9月27，今仔日早起有顺畅的陆风，因此呢有6只小胖船就出航前往平湖、新仔甲其他的所在，包括着搭载商务员 Edward Brabis 的迄只小胖船，但是即寡船因为北风下晡又搁拢转来入港。我中昼的时阵，迄只靠浅的胖船的线路人吼，即寡线路人真正是安尼，来来去去吼。讲即寡人来顶官的厝内请求讲，迄寡还阁藏伫咧片湖靠浅的迄只船顶的九门大炮，甲一批暹罗的烟，请求用阮的船来甲载来遮，阮着稳准因咯吼。哇，即个荷兰人实在是对暹罗人是有够好诶啦吼，并且来安排处事，因着用惯常的俄罗啦吼赞许吼，俄罗表示感谢吼。另外呢，还阁提起讲，迄只被哈林号夺取的胖船吼，是属伫暹罗的一位官员。船顶被掠的吼，迄个行李人被活掠的行李人是对该官员以贿赂少有12斤，又阁10两银吼。讲是即个行李人有甲暹罗借钱的款吼，而且船顶的货物有12斤银是属伫该官员以及伊的朋友的，合计属伫该官员的有30斤，又阁10两银吼。就是讲，我拄则看几部袂记即个官员，即个讲啥吼？即个官员就是迄只哈林号所抢的、所夺取的迄只胖船吼的主人啦吼，伊是一个暹罗的官员，啊，即个官员就拄则讲，伊是船顶被活掠的行李人对该官员以贿赂，就是被活掠的行李人有甲即个官员借遮尔侪钱吼，12斤又阁10两银吼。而且船顶的货物有12斤银是属伫迄个官员以及伊的朋友的，合计是遮尔侪，30斤又阁10两银就是合计是1464里尔吼，每一个里尔50个 stuvers 吼，即毋知啥物单位吼，请求归还即笔钱。对此呢，长官阁下回答讲，即个代志伊无权通处理。
不过愿意以对该官员有利的立场写批去予巴达维亚。规工拢无用伫庄号去迄个海底亚号顶头吼。暗时啊，庄号完毕，并且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今仔日写了一张批要交予明仔载要出航前往偏的海底亚号，要早去予哈林号甲即个 Vrede 号的主管，用来命令因讲，爱运船迄寡暹罗人伫因的请求之下，甲迄九门大炮甲一寡船，用阮的船来甲因载来台湾遮。此外，也要甲迄寡甲迄只拆解的暹罗船查目标啦吼，以及对迄只被哈林号所夺取的篷船吼，所落来一寡杂货，拢送来到台湾遮。伫上述商务员博卡迪尔斯·邦塔尼斯的提醒之下，为着要开始正式拿草、蓝草、拿草，要种即种拿草，所以今仔日运船。予伊300里尔的现款，应该是指迄个上述商务员的提请求嘛吼，要伫现款嘛吼，因为要种即个蓝草，啊，另外40只到50只的牛用来累残，哦，并且请用75个新仔人来为证实拿草的即个工作吼。就是你要种拿草，我互你300里尔现款，互你40到50只牛来累残吼，佮互你75个新仔人来请这75个新仔人来做即个工去，并且对新仔会当进口20个到25担即个拿草的即个精子。即个拿草毋知是啥物啊？我咧用应该是用来做饲料的啦吼，拿色的。9月28，真寒的天气，有强烈的北风，因此呢，平尾船海底亚号无法度出港。今仔日对一个士兵受到派驻比南的 Petrus Cotter， 这个名地道看着吼 ，Petrus Cotter 呢，就是伫比南派驻伫遐吼。伫本个月16号对比南所写来一张批，今仔日有一个士兵啦。送一张批来，批呢甲阮讲，迄寡比南人又搁重新伫咧建造因的村舍，因的村舍已经被烧歹去，其中有寡人因为散食，所以搬到其他的所在去咯。而长老土巴和帕蒙尼奇无愿意搁听因的话吼。一个长老土巴甲另外一个人，叫做 Pamonich， 无愿意搁听因的话，又搁讲，今年6月24号，lu动迄个 Jean-Jacques Amandes 已经甲阮讲过，有15个瓦达恩社的人来苏布拉社的农地，想要去抬几粒头吼。所以被留伫遐保护苏布拉社人的比南人所追击吼，被留算踢着铁板，结果人要来甲你追击吼。你被扑掉9粒头壳，又搁讲，这是所追击的被，这是应该是讲因即个15个瓦达恩社甲苏布拉的人去用抬高的款吼。又搁讲，比南的主政者就是指比南的酋长吼，有甲一个比南的少年人的头扑起来，所以该少年人已经是做比南，已经当比南被火烧的时阵吼，即个少年该动几个重判，带着伊的物件，逃走去西边。带着伊的物件是主政者的物件吼，倒去西边。8月20号，伊空手转来到比南，比南的主政者应该是指比南的酋长啦吼，抬头，
又搁讲，士兵 Albertonis 伫个9月初7去 CBN 社伫遐被杀死。此外，也请求搁再供应伊合约盐，并且分发物件互伊，详情记载伫个该批信内底啦。今永暗有一个希腊人想要偷摕上述上员 Nicasius 地府的物件，被追，然后家己淹死。好，这是9个礼拜哦，9个礼拜有较长一撮啦。剩2分钟，我看卖啊，9个29。倒啊，来个读过。风像昨昏好天，早起上述边堆船海底河出航前往平湖，也有一只篷船载着几项10号航往西那，坐20个人。这是9个29。9月30，风甲天气像昨昏。有4只篷船出航前往平湖。其中有3只是去甲迄寡陷落人的货物对遐甲载来遮吼，也有2只篷船航往西那去西那沿海，再有1批胡椒、鹿仔肉、咸鱼甲藤，合计做140个人，因拢感觉真奇，阮感觉真奇怪啦吼，到现在也无收到 Nuster 号已经到平湖的消息吼，因为该船早就应该爱。又搁转来到遮吼，真正毋知影是要安怎想才好。咧暗嘛有一只舢板载着6个士兵对芒港来到遮，对因来知影讲，迄座威利辛根碉堡犹搁存留，搁留伫留落来物件无介侪啦吼。即个威利辛根，即个碉堡咱知影。起好无偌久，就叫海水冲歹去吼。碉堡伫本国个27、28号中间完全塌落来吼，规个拢崩去吼。好，9月30读煞吼。1644年9月就安尼读煞吼，搁来咱再后一回再来读，后一回再来读一个10月吼，1644年10月。今仔日笔记无介侪，我看卖。菲律宾的，就拄则讲迄个班西兰啦吼，我看卖即个所在有啥物趣味的所在？伫西那古早称做邦加西兰国吼，即个冯加斯兰国即个邦嘛吼，咱台语读邦，冯吼二马冯，台语读邦，又搁写做邦加西兰吼。邦加西南、邦加西兰、邦加西兰吼，就是拢安尼写啦，安尼读啦吼。是伫个林家岩迄甲位啊，明朝永乐年间，含中国含西那有较密切的政治关系。永乐4年的时阵，8个国王加马云等等来朝吼，就是来拜见即个。明皇帝啦吼，永乐帝就想赐钱吼，赐钱互伊。永乐6年7月，伊的首领戴妹应该是可能伊名吼，李玉2人，搁率领因的即个属下来朝来相款来觐见即个皇帝，讲访问吼。进贡防务吼，永乐4 2人草国霸定文旗6标哩，即毋知啥物件吼？钞是钞票啦。伫个16世纪，西南海贼林峰捌伫个遮建立小王国吼，菲律宾遮吼。后来被西班牙并入去菲律宾当中，叫做邦阿西兰省。Military post， 哨所是 military post。OK， 好 ，OK， 好，超过2分钟啊，咱今仔日读到遮吼。
即礼拜再过来读出师线吼。哦，我实在无应该停即个出师线，因为出师线一礼拜才读一遍，然后一停就是半个月的代志，感觉敢若哇，即个就久以前的代志吼。好，咱即礼拜再来读出师线，好，安尼到遮吼，感谢各位，我来。